晚上好，歡迎收睇正在直播嘅中山新聞。首先嚟睇下新聞提要。今日市委15屆11次全會暨市委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認真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同省委13屆8次全會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總結2025年工作，分析當前形勢，部署2026年工作。嚟睇新聞嘅詳細內容。今日市委15屆11次全會暨市委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認真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同省委13屆8次全會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總結2025年工作，分析當前形勢，部署2026年工作。市委常委會主持會議，市委書記郭文海代表市委常委會作報告，市委副書記、市長尹念紅就經濟工作作具體部署。會議審議咗市委常委會關於2025年全大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況嘅報告，2025年渣黨建工作情況報告，審議通過咗全會決議。會議指出，過去1年，市委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及省委1310具體部署，團結帶領全市幹部群眾、企業家攻堅克難、艱苦奮鬥，有力破解發展轉型中嘅矛盾問題，推動中山高質量發展現代化建設邁出堅實步伐。我哋堅定不移推動轉作風、工改、治水3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戰果，風清氣正政治生態同幹事創業社會氛圍持續鞏固，工改累計拆除整理低效工業用地超5.2萬畝，一條條污染河蝶變為美麗河、生態河、經濟河、文化河，中山高質量發展煥發萬千氣象。我哋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堅決扛起省委賦予嘅建設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改革創新實驗區嘅使命任務，一體推進9大集成式改革，喺推動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上走在前作表率。我哋堅定不移推動產業科技互促雙強，精心打造文旅消費爆點，宣文西路步行街換新升級，草莓音樂節、鄉村咖啡節等出圈出彩，經濟穩中向好嘅基礎更厚實，動力更強勁。我哋堅定不移推動8千萬工程3年初見成效，經濟強、城鄉美、社會治、城鄉協調共同富裕嘅美麗畫卷喺中山大地徐徐展開。我哋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祉，用心用情辦好民生實事，有力統籌發展同安全。人間煙火氣，灣區好生活成為城市新名片。我哋堅定不移用改革精神同嚴嘅標準管黨治黨，凝聚起全市上下團結一心加油幹、攻堅克難向前進嘅強大合力。會議強調，2026年係15.5開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作嘅總體要求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圍繞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服務同融入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同安全，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造優增量，盤活存量，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深度參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持續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着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推動經濟實現質嘅有效提升同量嘅合理增長，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實現15.5良好開局。會強調要激發全市上下以一馬當先嘅銳氣，以弱馬揚鞭、萬馬奔騰嘅奮鬥姿態，開啟更加美好嘅2026年。一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推進新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建設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戰略支點，全面學習擁抱深圳，重心推進深中一體化，做好差異化、互補化、融合化文章，以深中一體化為突破口，帶動珠三角深度一體化。
深化改革攻堅，拓展9大集成式改革，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努力打造審批備案數量最少、政務服務速度最快、產業生態環境最優嘅一流營商環境。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拓展同港澳務實合作，統籌高質量引進來同高水平走出去，加快打造珠江西岸高水平開放高地。而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全面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活力動力，激發有潛能嘅消費，加強文旅消費活動策劃，擴大有效益嘅投資，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充分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以狼性精神全力以赴揸好招商引資。三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壯大高質量發展新動能，全力推動產業科技互促雙強，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加快提升科創平台能級，持續推進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升級同 AI 加賦能，助力傳統產業強身健體，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前瞻佈局未來產業，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四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推進百千萬工程，喺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上邁出新步伐，更高質量推動工改，深化拓展水污染治理成果，持續提升城鄉風貌，大力發展鎮域經濟，加快推進環五桂山百千萬工程高質量發展引領區建設，喺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上邁出新步伐。五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持續增進民生福祉，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嘅向往，着力加強保障同改善民生，辦好人民滿意嘅教育，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守好基本民生底線，着力豐富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建設更高水平嘅平安中山，加強社會治安整體防控，紮實做好安全生產、防災減災救災、食品藥品安全等工作。堅持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化1+6+N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體系建設，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會議強調，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為中山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強保證。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推動黨員幹部掌握好呢個強大理論武裝，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要久久為功，揸基層強基礎，深入實施基層黨組織建設強基工程，高質量揸好村社區兩委換屆工作。要堅持新時代好幹部標準，樹立正確選人用人導向，推動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常態化。要持之以恆正風肅紀反腐，推進黨嘅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鞏固拓展深入貫徹中央8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成果，持續深化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同腐敗問題，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續營造風清氣正政治生態，以上率下激勵幹部擔當作為。會議仲研究部署做好2026年經濟工作，強調要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對經濟工作嘅決策部署，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不斷增強工作嘅主動性、預見性、創造性，紮實推動各項任務落地見效，奮力實現15.5良好開局。要加快打造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戰略支點，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化同深圳一體化發展，加強同港澳聯動發展，共建宜居宜業宜遊嘅優質生活圈。要積極擴大有效需求，大力提振消費，着力拓展外貿市場，不斷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要大力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傳統產業換新發展，加快培育新產業新賽道，以超常規力度開展招商引資，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持續推進百千萬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質，推動鎮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入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要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攻堅，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營商環境改革、國資國企財政等領域改革，增強高質量發展活力動力。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揸好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同生態環境呢個最普惠嘅民生福祉，持續保障同改善民生。要更好統籌發展同安全，打好安全生產治本攻堅3年行動收官戰。全面加強社會矛盾糾紛化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市委委員、市委候補委員出席會議。部分正廳級老同志唔係市委委員嘅市領導同志、市人大常委會、市政協秘書長、市紀委常委、市監委委員、市委市政府副秘書長、市直正處級以上單位、中央同省駐中山正處級以上單位、市有關單位黨員主要負責同志、各鎮街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市各民主黨派主委、市工商聯、市黨外知識分子聯誼會主要負責同志、企業經營者代表、市第15次黨代會部分生產同工作一線代表列席會議。本台記者報道，今日係2026年嘅第一個工作日，中山以一場高規格、高效率嘅市委全會暨市委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拉開咗新一年奮鬥嘅序幕。呢次會議唔單止總結咗過去一年來之不易嘅成績，更聚焦15開局之年，以躍馬揚鞭、萬馬奔騰嘅姿態，對全年工作進行咗系統部署，傳遞出強烈嘅緊迫感、責任感同奮進信號。從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到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從持續推進百千萬工程，到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祉，每一項部署都緊扣高質量發展呢一個主題。每一步安排都彰顯住中山喺區域發展中嘅擔當與作為。會議特別強調要以一馬當先嘅銳氣激發全市上下幹事創業嘅熱情，呢個正係中山喺新時代新征程上所需要嘅精氣神。開局關乎全局，起步決定全程。呢次會議為中山2026年嘅發展明確咗路徑，凝聚咗共識，鼓足咗幹勁。我哋相信，只要全市上下同心同向，真揸實幹，以公改攻堅嘅韌勁、改革創新嘅銳氣、為民造福嘅情懷，全力推動各項任務落地見效，中山必將喺15開局之年展現新氣象，實現新作為，書寫好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嘅中山新篇章。下面播發中國共產黨中山市第15屆委員會第11次全體會議嘅決議。會議話，中國共產黨中山市第15屆委員會第11次全體會議於2026年1月4號召開，全會由市委常委會主持。全會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同省委13屆8次全會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總結2025年工作，分析發展形勢，部署2026年工作。全會聽取和討論咗郭文海同志受市委常委會委託所作嘅工作報告，同尹念雄同志關於經濟工作嘅專題講話，審議咗市委常委會2025年全大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況、揸黨建工作情況嘅書面報告。中國共產黨中山市第15屆委員會第11次全體會議決議。全會認為，過去一年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嘅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喺省委省政府嘅正確領導下，全市上下認真貫徹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轉作風、公改、治水三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戰果，中山高質量發展煥發萬千氣象。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勢頭漸成，產業科技互促雙強紮實推進，經濟穩中向好嘅基礎更厚實，動力更強勁。百千萬工程實現3年初見成效階段性目標，繪就咗經濟強、城鄉美、社會治、城鄉協調共同富裕嘅美麗畫卷。民生福祉持續增進，人間煙火氣、灣區好生活成為城市新名片。用改革精神同嚴嘅標準管黨治黨，風清氣正政治生態同幹事創業社會氛圍持續鞏固，全市上下形成團結一心加油幹、攻堅克難向前進嘅生動局面，圓滿完成14-5發展任務，朝住15-5美好藍圖闊步前行。
全會強調，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深刻分析形勢，作出重大判斷，提出重要觀點，明確重要任務，為我哋做好今年經濟工作提供咗根本遵循。我哋要堅決貫徹落實總書記黨中央決策部署，按照省委13屆8次全會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部署要求，深刻把握做好經濟工作5個必須嘅規律性認識，深刻把握大國關係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深刻影響國內發展嘅辯證關係，深刻把握黨中央對於今年經濟工作穩中求進、提質增效嘅政策取向同8個堅持嘅重點任務，認真落實省委工作部署，揸住用好一切有利條件，敢於進位爭先，推動中山喺15.5開局跑得更快一啲、更好一啲，為全省全國作更大貢獻。全會提出，2026年係15.5開局之年，做好全市工作嘅總體要求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貫徹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服務同融入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同安全，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造優增量，盤活存量，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深度參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着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推動經濟實現質嘅有效提升同量嘅合理增長，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實現15.5良好開局。全會指出，做好2026年工作意義重大、責任重大，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推進新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心推進深中一體化，深化改革攻堅，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建設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戰略支點。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擴大內需，提振消費，擴大有效益嘅投資，全力以赴揸好招商引資，全面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動力活力。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推動科技創新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全力推動產業科技互促雙強，加快推動傳統製造業優化升級，全力培育新興產業同未來產業，加快促進兩業融合，加快培育壯大高質量發展新動能。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推進百千萬工程，更高質量推動工改，加快建設宜居宜業嘅美麗中山，大力發展鎮域經濟，加快推進環五桂山百千萬工程高質量發展引領區建設，喺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上邁出新步伐。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持續增進民生福祉，着力加強保障同改善民生，着力豐富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着力建設更高水平嘅平安中山，着力加強同創新社會治理，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嘅向往。全會強調，要以更大決心同力度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為中山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強保證。要堅持旗幟鮮明講政治，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要久久圍攻揸基層強基礎，精密上下貫通執行有力嘅組織體系。要進一步激勵幹部擔當作為，激發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百千萬工程、拼經濟、基層治理等一線爭先創優，切實將組織力量、組織優勢轉化為發展動力、發展優勢。要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反腐，推進黨嘅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過硬作風為中山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強保證。全會強調，要喺15.5開局起步嘅關鍵時期，堅持開局之年當有開局之勢，起步之時當有關鍵之為，全力以赴搶開局、拼高質量發展。要堅定信心，鼓足幹勁，以永爭第一、不為人後嘅奮鬥姿態再攀高、再突破。要旗幟鮮明樹立重基層導向，努力讓基層幹部有奔頭、有幹頭、有勁頭。要全力以赴統籌好發展同安全，努力開好局、起好步。全會審議通過市紀委關於黃金輝嚴重違紀違法問題嘅審查報告，對市委常委會給予黃金輝開除黨籍處分嘅決定予以追認。
全會號召全市各級黨組織同廣大黨員幹部要更加緊密咁團結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嘅黨中央周圍，喺省委省政府正確領導下，攞出躍馬揚鞭嘅勇氣，激發萬馬奔騰嘅活力，保持馬不停蹄嘅幹勁，一齊為夢想奮鬥，為幸福打拼，全力推動中山15.5開好局起好步，奮力為廣東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作出新嘅更大貢獻。本台編輯報道。今日市工業和信息化局局長林偉強喺接受本台專訪嘅時候表示，市工信部門將認真貫徹落實市委全會會議精神，力爭實現15.5良好開局，推動新型工業化邁上新台階。林偉強話：新嘅一年，市工信部門將緊緊圍繞新型工業化同製造業當家要求，重點揸好以下工作。大力推進現代產業園區的建設。那麼我們中山目前已經有11個省級以上的產業園。今年呢，我們是要加大力度去推進產業園區的這個規劃、基礎設施建設，還有產業配套和生活配套的建設。同時呢，培育一批特色的這個產業園區那麼同時呢，按照這個全會的部署抓好這個綠色園區，還有數字化園區的建設。林偉強話：今年仲將繼續揸好製造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打好國家省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試點城市收官戰，推動全市規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全覆蓋，實施人工智能加、開源鴻蒙加行動，推動100個以上典型場景應用，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要抓好我們中山傳統產業的品牌質量和標準那麼通過呢，就是這個企業的這個產品質量的提升，還有品牌的這種推廣，打造我們中山的這個名品方陣。同時呢，在我們的傳統產業當中去培育一批專精特新和小巨人的這個企業，提升我們中山產業的這個競爭力。同時揸好深中產業一體化，高標準規劃建設深中經濟合作區，深入實施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對標深中20+8產業集群，一群一策，支持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壯大，前瞻佈局具身智能、腦機接口、生物製造、第6代移動通訊等未來產業，加快培育新嘅經濟增長點。本台記者歐球章、余德權及通訊員鄺堅報導。參與市委全會嘅鎮街一把手喺接受記者採訪嘅時候，紛紛表示將圍繞會議作出嘅新年發展規劃，明確目標，真揸實幹，為15.5開好局、起好步。石岐街道黨工委書記徐成斌話：石岐街道對新一年嘅發展充滿咗信心同動力，呢種底氣來自於石岐街道近年嚟高質量發展嘅成果。特別是這一次的元旦假期，大家看到我們的宋文溪步行街3次上央視，首天15萬人湧入了步行街，人頭湧湧。應該說我們的老百姓用腳投票，但是這一次又回到了應該說大家心目中應該有的樣子。新嘅一年，石岐街道將喺舊城改造、新城建設，特別係總部經濟區同高鐵站建設等方面加大力度。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6個片區的打造，那麼下一步還有10來個這個老舊街區的打造。另外一方面呢，在新城的建設方面，打造各種新的經濟體，包括我們現在正在推進的霞湖的項目長園的項目三寶店這些周邊正在謀劃一些大型的遊樂和項目。沙溪鎮黨委書記黃景輝話：沙溪鎮舊年高質量發展碩果累累，為新一年嘅發展奠定咗基礎。我們前3季度的 GDP 增速是6.6，那麼今年有望在6的以上，連續保持3年的高增長。服裝產業是我們的支柱產業，過去幾年保持數字化、智能化的這個發展的態勢，在2025年更加以品牌化、高端化來去打造。新嘅一年，沙溪鎮有望繼續保持服裝產業嘅高增長態勢。與此同時，康北產業園同鳳凰產業園將為沙溪鎮擴展產業空間。更重要的是，以工改和治水作為2大抓手這個100千萬工程如火如荼。
在新的一年，狮教河一河两岸、凤凰山，包括万亩龙纹铝的这个示范带啊，结合村 BA 体育馆的打造啊，相信在2026年一定是欣欣向榮、紅紅火火。東區街道黨工委書記周俊峰話：過去1年，東區街道嘅工業投資實現2年翻2番，技改投資實現2年翻3番，城市更新實現新突破，共推進咗20個老舊小區嘅改造。新嘅一年，東區街道將聚力產業升級擴能，揸好項目招引落地。2026年呢，我們會推動超過80億的項目落地動工，一季度呢會推動11個項目，投資額超過45億的項目開工建設。同時，我們會加大對消費場景的打造。今年的寶馬旗艦店和豬肉婆項目都會正式向大家見面。與此同時，東區街道將着力推動新質生產力嘅發展，招引智能製造、芯片製造同低空經濟項目，並狠揸城市更新提質，全力推動城中村微改造和老舊小區、老舊街區的改造。今年我們會推動落地投資超過45億元，總建面超過60萬方的好房子動工建設，營造良好的這個居住環境。本台記者林以武、張志海報導。喺啱啱過去嘅元旦假期，中山市鎮村3級聯動，打出生態、文化、歷史加咖啡嘅組合拳，為激發鄉村經濟活力、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注入咗強勁動能。元旦假期，中山首屆8000萬工程鄉村咖啡節喺全市23個鎮街設會場，39個鄉村參與，輻射帶動超100個周邊鄉村，商家設置展位超800個。其中咖啡展位超260個，並開展健康跑、音樂會、非遺展演等活動超240場，成功串聯起農民、旅、體、商等多個領域，打造咖啡家嘅多元融合消費場景，吸引超106萬人次，帶動周邊餐飲、住宿等消費超3000萬元。3年8000萬工程實施以來啊，咬定了這個典型村培育的這個強美制工作。蘊藏在鄉村的這些資源呢，不斷來展現鄉村的自然之美、人文非遺之美、鄉土特產之美，堅定了大家對這個挖掘鄉村的這個價值的這個信心。宣文西路步行街嘅知美中山周週賞活動，客流量突破50萬人次，帶動周邊商圈營業額超600萬元，部分商戶日均營收較平日增長超200%。這一場美食文化盛宴呢，也成為我們市民遊客感受香山文化、尋味中山的一個重要的窗口。中山文旅集團將持續的以我們孫文西路步行街、香山古城以及中山影視城為核心的場景，通過 IP 的運營、主題市集等活動形式，深化中山的一個文旅的體驗。從市到鎮到村，中山呢場白卡宴規格之高、覆蓋之廣，喺大灣區鄉村咖啡文旅活動中堪稱首創。央視一套、廣東新聞聯播等紛紛關注報導，大量抖音、小紅書等自媒體博主分享討論。中山將鄉村文旅、產業特色、文化底蘊調入咖啡，打造高品質、強體驗、可停留嘅鄉村文旅消費形式，讓流量變為流量，將過客變成顧客。最具活力的青年關注並投身了鄉村創業，村民在活躍的鄉村中幸福的生活就業，社會資本也開始積極結合鄉村資源，開展更具市場吸引力的農文旅項目，這也為接下來的典型村建設打下更堅定的基礎。本台記者苗卓賢、林澤偉報導。新聞嘅最後，我哋再嚟關注一組資訊。據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測算，2026年元旦假期，全國國內出遊1.42億人次，國內出遊總花費847.89億元。咁其中我哋廣東全省接待遊客1787.5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99.8億元。呢兩項指標均位居全國省份首位。2026年育兒補貼喺1月5號全面開放申領，咁屆時符合條件嘅家長可以通過支付寶 APP 等線上或者線下嘅渠道辦理。3週歲以下嬰幼兒每個 BB 每年最高可以領取3600蚊嘅補貼。好啦，今晚嘅新聞就播送到呢度，多謝收睇，聽晚同樣時間再會。